由圣神运行，帮咱互每一个款的同工，伊甲圣神伊同教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于你的手，是阮一份你领受圣餐的杯。主要所求你伫即个所在来做王掌管，来填满圣业杯，互芳会的人甲领受圣杯的人，拢伊的祝福。阮将你的教会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掌管。安尼祈祷靠着圣灵。阿门。你所竞选
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院内的即个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是咱吟圣诗59首，上帝自然至尊无对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是咱依愿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得老人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云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担坐全能爸上帝的大病。伊要对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启应，启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，启文第一篇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侮慢人的位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伊的叶也袂焦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。阿免，这是咱个吟圣诗169首，
主耶和华至尊至大，请咱坐咧坐吟全首。当心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感谢，伫你的保守，一年平安经过，也伫新的一年有主你的看顾，互阮的福杯得到大大的接纳，求主你的圣神阁临到阮，互阮伫新的一年拢有主你的话语，伫阮的心中警醒，阮做你好的囝儿。得到大大的祝福，也恳求主你，互身体欠安的兄弟会当赶紧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。阮咱祈祷拢是靠主耶稣你的名求，阿免。
是俄勒，请先挂队。是来恭喜上帝话，记在圣经旧约圣经诗篇63篇第1节到第4节。诗篇63篇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，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思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
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的嘴唇要学乐你，我有我的时要安尼学乐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。再来看就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38节到40节。希伯来书10章十章38节到40节。希伯来书10章38节，有诶，迄伫旷野、伫山岭、伫石洞、伫地下四界漂流，遮个人是世间袂堪你有诶，因为因拢已经对着神得到干净，若是袂捌得到所应允诶，因为上帝甲咱大生比万变搁较好诶事，是要互因若无咱就袂得到完全。是讲到上帝的囡仔会得搁较好诶性命，咱请庄牧师。亲爱兄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万管能的上帝，阮聚集伫你的圣殿，阮来敬拜你。一代搁一代，主你是阮徛起的所在，你也是掌管阮、保守阮、祝福阮生命永远的上帝。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阮有听到圣神对阮的鼓励，以及你的应允讲。你要将上好的画面来赏赐予阮，世世代代敬畏你的百姓，拢安尼见证，也伫你的圣所看见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。但即时，阮正兄弟姊妹，阮的家庭，阮大大细细做伙，伫你的圣殿内底来敬拜，恳求天父上帝甲阮的家庭分别做圣，互阮甲阮的囡仔做伙领受上帝你对天而来的稳定甲活命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，恭敬拜伫你的手中。主，当阮拍开心门的时，恳求你对阮讲话，不但赏赐你活命的话，阁赏赐你的圣神，互阮有能力活出来上帝你的教示甲主你的话语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礼拜，咱的教会青年伫照往年的因的行程，咱的囡仔伫寒暑假拢会有一个圣经营。今年的圣经营，遮的较大汉的青年因伫咧计划今年的圣经营的时，因做伙祈祷，做伙参详。后来因甲牧师讲，牧师，阮伫今年想要学习的一个题目，叫做选择。这个题目互我真大的感动，因为咱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的一生对少年到年老，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年头到年底，逐工咱困醒时第一个代志，咱就想讲，今仔日我要穿啥物衫？然后咱就想讲，今仔日我爱做啥物工课？可能咱阁会选择讲，今仔日我要食啥物？咱的人生拢是不断的选择，时时刻刻拢咧选择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的选择无一定拢是重要的。食啥物、穿啥物、用啥物，伫咱的人生中间重要，但是毋袂使说上重要。这物件真重要，但是敢有比这个较重要的功课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实在真欢喜嘛，真期待。这礼拜就是顶礼拜拜4、拜5、拜6，才会家长恁送恁的囡仔来教会参加这个冬令营。其实我真期待恁会当留落来，你会当甲牧师坐做伙，甲咱的囡仔揪来身躯边，咱甲咱的囡仔做伙讲话，求主怜悯咱做时大人。有时咱伫无意中，咱过去的选择，不但无真侪囡仔的祝福，有当时反倒当真侪囡仔的错觉，
因为过去咱的选择，今仔日咱当大人了后，咱感觉，今仔日因为耶稣基督，咱看迄个做本色。但是囡仔要阁停留伫过去，咱会选择，伊会错觉感觉，以前爸爸妈妈做的决定，因今仔日伫迄个影响的下面，求主怜悯咱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祈祷讲，主啊，我要甲我的囡仔做伙坐伫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成长。青少期牧师以你们为荣，嘛真欢喜甲恁做伙。这是上帝互牧师一个足宝贝的时间，甲恁讲话。但是有的话，毋是真简单的讲了。恁咧当大人的过程开始，恁开始真做有选择能力，有主张，有思考。但是当恁要反驳恁的爸爸妈妈的想法的时，不要太快，不要错觉讲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老啊，还是讲年纪大，退流行，毋是。包括牧师，包括上帝，有真侪时阵开始，恁有真个主张，但是你的错觉会感觉，爸爸妈妈已经老啊，所以你的主张无搁再是最夯、最流行、最正确。亲爱的姊妹们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伫上帝的圣殿的内底，你甲你的囡仔满咧。如果你的囡仔即摆无在你的身边，你嘛当想想。你将你的心肝宝贝，该满伫你的身边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求你帮助阮，我们有好的亲子关系，我嘛要甲我的囡仔做伙，定心伫上帝你的真理的内底，来学习怎样选择生命中间上好、上好、上好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过去咱的人生毋是干那过去，甚至将来咱嘛有可能是安尼。因为咱是一个有限的人，咱的判断、咱的选择、咱的主张，拢会无共款。伫咱这个中间，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若做伙咧参详一项代志，可能有真侪代志会无共款。这是好的代志，因为咱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。咱的选择，但是注意，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即摆我的看法，我的选择，敢真正是上帝你看最好？所以，互圣神提醒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有一个意识，伫我人生的道路无用试试，到底我咧无用什么？愿天父上帝是阮赐福，互咱伫人生中间。咱渐渐，愈来愈有能力，愈清楚知影讲，主啊，若毋是上好的，我无爱。我甲咱坦白讲，真正我伫少年的时阵，捌安尼甲上帝，毋是呛声，我毋敢。但是我甲上帝讲，主啊，如果你若是上好的上帝，那安尼，求你将上好的生命赏赐予我。人生只有一次。若毋是上好的，我无爱。到月半啊，毋知死活。咱是啥物人？咱敢伫上帝面前，安尼甲上帝呛声？毋是，是因为咱知影上帝听咱。阿免吗？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，毋是上好的画面，我无爱。这毋是甲上帝呛声，这是一个戆囡仔。一个愚妄的人、袂晓的人，一个较无真理的人，伫上帝的圣殿内底来仰望，想要看见上帝的荣光甲伊的尊贵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咱所听的姊妹，是对内面上帝讲，互你欢喜讲，主啊，我已经知啊，一个新的眼光、新的灵、圣神的帮助。今仔日的题目是一个宣告，上帝的确将上好的画面赏赐予咱。咱今仔要读两段圣经诗篇，代表伊的祈祷。伊伫希伯来书代表新约初代教会犹太人的基督徒。
这两段圣经中间拢环绕着一个上帝所想事是上好。那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心中安尼深深讲：主啊，我深深相信，我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上帝你所要给我的生命，一定是精彩无比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勇敢安尼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生命是充满赞叹、充满欢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定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继续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咱的青少年，这摆因足认真。捌有一个心理读心理学的教授，伊甲我咧讨论讲主日学的工作。伊嘛咧提醒讲，其实囡仔的专注能力、注意力，其实是足低。所以囡仔若伫聚会中间、听课的中间拄久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这是囡仔伊伫迄个阶段年龄必然的。我同意，但是我嘛知影，小小的囡仔，若有上帝的话甲上帝圣经甲因三甲地地，因会超越因学习的能力。咱的囡仔青少年，无论暑假、还是冬令营，因甲牧师安排的时间拢一个专题演讲90分钟。兄弟姊妹，恁若伫即个所在坐半点钟听牧师讲半点钟的讲道，恁就可能会感觉讲有够久啊！囡仔坐90分钟，有够可怜，忍受，搁再忍受，搁再忍受。但是主实在是听咱的囡仔，咱的囡仔真正尊重牧师，因伫每一摆的圣经营中间，检查有拄久，但是因实在谦卑的领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爱你的囡仔受祝福，咱就同齐点到咱信仰的这段，伫你的家庭。伫你的个人的中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开始，咱的人生是一个选择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设使我的人生若是有100年，每一年我拢要买一粒水的珍珠。设使我的人生若是100年，每一年拢是一粒真宝贝的珍珠。我所选到的，我一年甲伊创做伙。到伫我年老的时，我离开我的囡仔时，我要将上帝所予我这100个宝贝珍珠破链，该挂伫我的宝贝囡仔的身上，该讲爸爸要离开你，但是爸爸将上帝所予我这个生命的珍珠挂伫你的阿妈棍顶悬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咱的生命是一个选择，带咱的囡仔做正确的选择。当人面对选择的时候，耶稣有一个真宝贝的教师，伊甲伊身边的门徒甲众人安尼讲，记载伫马太福音对5章、6章、7章。马太福音5章、6章、7章是一个足宝贝的，咱叫山上宝训。伫迄个中间有真侪。对基督徒的造就、教示、甲要求，耶稣伫迄个所在，甲伊的门徒讲：免烦恼，你明仔载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；免烦恼，今仔日你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因为迄是外邦人的看路，或者想即句话。世间人无可能无烦恼，你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有某一种的代志，比食、穿、用更加重要。或者你同意吗？咱的一生有什么种对几摆的选择，是甲食、穿、用无关系，是甲上帝的权能、荣光、国度有关系。你若注意，搁甲读这句话读落去的是。
你就知影耶稣伊会提醒。上帝伫这个世间，甲咱找倒来；耶稣伫这个世间，甲咱拯救起来，为着要带咱倒到上帝的身边。然后耶稣将一项上宝贝予咱。我相信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你拢会记得这句话，因为耶稣甲伊的门徒讲：“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。”兄弟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当然，天国、上帝国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象征性的一个图像，就是天堂。这个天堂甲今仔日有关系，这个天堂嘛，甲将来死了后要去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关系。亲爱的姊妹，但是这个国度其实伊是咧指一种的状态。你来用状态来想，你就会当真具体。今仔日我活伫心中的环境、心中的境遇，上帝国就是一个境遇。伊的意思就是求上帝予咱会当活伫上帝伊的平安的国度、伊的丰盛的国度、伊的荣耀的国度、伊的掌管的国度。一旦咱若住伫一个富足的老爸的身边，这个囡仔就亲像天公仔囝，伊就减少真多的快乐，因为伊相信，我若需要的是我的爸爸，伊就是我的供应者。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先求上帝临在同在，迄种的丰富，然后小小的这几字，伊讲这些东西，就是讲你原本所期待假清用，上帝嘛要甲你陪伴，或者你相信吗？咱的心中若先有上帝，水到渠成。咱的心中若有上帝，主耶稣讲，上帝毋是爱恁做仙，禁食40天拢啥物拢莫食莫啉，毋是。上帝为咱陪伴每一日的吗哪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回想主耶稣教咱的祈祷讲，伫主耶稣的主导文最后一句话讲：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兄弟，那咱的爸爸伫咱的产业，伫咱的家庭，那咱的爸爸有这3项宝贝的产业，那安尼夫复何求？咱阁惊什么欠什么？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在伫上帝，所以既然伫倚靠上帝的人，咱就相信这个国临到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意识到，过去我所敬的毋是上好，今仔日圣神带我来到上帝的圣殿读圣经，伊就亲像2000年前，圣神忽然予保罗对伊的生命的中间有一个足清楚的眼光。伊讲：以前我看世间的荣华富贵做宝贝，但是，今摆我因为耶稣基督，我看这个，真对次要的。伊甚至用一个讲足粗鲁的话讲，如粪土。真正呢，圣经的话虽然粪土足文雅一个字，但是迄个字伫当时就亲像迄个屎坑内底，迄个内底的粪是臭干干，无人爱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开始，毋是干那将囡仔的信仰的造就交予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当然牧师足欢喜，恁有这个互牧师甲陈牧师做伙有这个机会，阮陪恁的囡仔，这是阮的心内的欢喜。但是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，若有机会，恁今仔对恁问因讲，这3天你最大的感动是什么？因伫这3天中间有真多，连大哥哥大姐姐嘛足感动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一个伟大的事情。今仔日个圣经特别希伯来书第11章40节，
更美的事，开咱的目睭。你今仔日开始改变咱的选择。你今仔日就会甲你的囡仔讲，孩子，你的生命可以更精彩。兄弟姊妹，嘛唔通袂记你甲你家己讲，我的生命也可以更精彩。兄弟姊妹，咱唔是干那为着囡仔来讲这篇的讲道，是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你若期待你的生命是一个更精彩。囡仔拢做惊输人啦，我就很逊了。你该舌头甲讲，不用比较，因为生命有太多的竞争。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安尼，擦亮你的眼睛，因为你原本就是上帝的宝贝。原来在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来学习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两个真要紧的主题。第一就是选择，代表讲我只有一项事，就是永远去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你会记无？代表是一个真知影轻重的人，伊知影什么是上重要，什么是次要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如果照牧师的鼓励、譬如说明，我的每一日拢是一粒珍珠。我的每一年拢是一粒珍珠，主啊，我欢喜，我要将每一日拢甲伊串联做伙，一年都有365粒的珍珠。我一生就有100粒真大官上帝你的荣耀所赏赐。原来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来做选择。我要甲咱分享。伫这3天的中间，牧师甲囡仔提醒3项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是互这个机会，互你要甲你的囡仔讲人生重要上重要的选择，你想到什么？如果若互你会当甲囡仔讲人生中间的选择上重要的3项选择，或者请问你要甲你的囡仔讲什么？有太济的选择，你想要甲囡仔讲？男怕选错行，女怕嫁错人。这文绉绉的意思讲，查某囡仔上重要就是选择什么种的职业行业。查某囡仔上重要就是选择要嫁什么人。这种的话已经过去啊，因为今仔日唔是这种男人离家主家的这种的过去的汉文化的观念，唔是。男女孩子都一样，怕选错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囡仔讲话。我牧师所分享的无拄拄是，当然是上重要，是牧师伫这个阶段感觉，对咱的囡仔来讲，真重要的3项代志。第一，信任上帝。检查咱的囡仔要信任上帝无简单，因为有时当伊开始成长的时，伊开始有思想能力的时，伊会烦恼讲，这个不存在的上帝，那我怎么能够接纳他？伫咱看袂到的是犹原相信，这才是信心。所以第一个牧师甲咱的囡仔讲，上帝能成为你一生的依靠。或者你继续甲牧师做伙，将这个信心来建立伫你的囡仔的心情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囡仔若到一个阶段，洗礼唔是一个必然需要的宗教行为。你的囡仔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洗礼唔是为着教会会员名册增加一个名额，唔是。如果你的囡仔若到一个阶段，伊伫选择洗礼的是有困难，兄弟姊妹，你爱保护伊，你爱真慎重、真温柔来了解伊的想法、甲伊的困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信任上帝无空空。第二，我甲囡仔鼓励讲，不要有自卑感。真侪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
因为追求完美，所以对于自我的图像，有时候是负面的，也感觉不足，然后也感觉羞愧、拍摄，然后也感觉自卑感。选择做什么种的人，不是干那信仰的问题，对吧？选择做什么种的人，其实就是人生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，圣经早就已经甲咱讲起，上帝创造咱的时，伊讲好得无比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、生命新的图像，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活出自己，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认识家己。所以伫这个灵修会过程顶管，有一个囡仔甲我问讲：“牧师，我有什么优点？”我讲：“你要自己找啊。虽然牧师看得出来你们的优点，但是你要问上帝。上帝爸爸，我有什么样的优点？”兄弟姊妹，不是干那你的囡仔重要。咱若是一个有很好自我图像的父母，咱的囡仔会以我们为荣，咱的囡仔因会抬头挺胸，咱的囡仔袂亲像乞食，咱的囡仔出去袂脚啊咧咧，因为伊感觉我伫庄头中间行来行去，人拢尊重我的爸爸，甲尊重我的妈妈，对不？行路有风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三，咱的囡仔将来是无限的，拄咧开始。兄弟姊妹，与你的孩子一起活出精彩的人生，这是今仔日牧师的心意。因为原本今仔日这个题目不是我的讲道，这礼拜讲道的排序内底的主题，但是也因为来的是时间，咱的囡仔因拄就是经历了这种的圣经的教导，所以牧师要邀请恁打铁趁热，甲恁的囡仔做伙来追求上帝的孩子配得更好的生活。兄弟姊妹，你甲你家己讲，上帝，我是你宝贝的囝，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不要。兄弟姊妹，抬头甲上帝祷告，上帝，你是荣耀的上帝，我是你的囝子，唔通互你家己闹亏。主啊，唔是上好的人生，我无爱。不要曲解圣经内底咧讲的上好的人生。上好的人生，唔是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上好的人生嘛，唔是做大官、赚大钱。上好的人生，就是有上帝荣耀权能，甲你三甲地地。主帮助咱。今仔日所读的希伯来书11章真宝贝。其实，恁应该唔是头一摆听到牧师用这篇的讲道。去年的10月，牧师嘛用这篇讲道讲活出精彩。今仔日牧师有缘用这段的圣经，因为这段的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贝，伊代表整个所有的希伯来书短10几章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无人知影，但是伫初代教会，这本册是写予犹太的基督徒，意思就是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的基督徒，不是第1代的无道有本基督徒，不是。就是世世代代拢敬畏上帝，但是无明、无了解信仰的犹太人，所以希伯来书是重新互用新的眼光来看因的祖先的信仰，然后活出美好。希伯来书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色，伊伫这本册内底讲到10项上帝更美好的应许，上帝跟我们所立定更美好的契约。上帝是给我们更美好的盼望，上帝是给我们更美的事情。如果你有兴趣对读，你若读到一个更美的，你就看手伫咧圣经顶个该翻来讲，主啊，圣经所写我要爱有。我相信，既然谦卑安尼甲上帝讨的在座兄弟姊妹，你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纯粹相手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也未开始读，
希伯来书，但是今仔日的讲道有感动我，今仔日的礼拜有感动我，我伸出我的双手，主啊，将更甘甜、更有盼望、更美好的生命，今仔日赏赐给我。愿上帝祝福恁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这是2000年前教会礼拜讲道，伫这个主题中间讲到更美好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你的明年比今年较好吗？你愿意你的人生是愈来愈甘甜吗？你愿意你愈来愈成做真实的基督徒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唔通停伫遐无振动，有感动，才有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圣神祈祷讲。主啊，赏赐我一个新的眼光甲观念，将我旧的观念摕掉。过去检测我的观念就是趁钱是一生中间上重要。今仔日趁钱有关重要，但是伊毋是上重要。昨我甲恁的囡仔注入一个真要紧的观念。英国的清教徒的教会，伊咧教囡仔安怎理财的观念，恁想要听无？英国会当真做世界日不落国，伫几百年的中间，伊殖民了偌济国家。我毋是咧讲即种国家安尼标准基督徒的标准的图像，毋是啊吼，你们误会。但是凭什么英格兰民族这个国家，伊因为信用2000年的信用，和这个国家。叫做世界一个足特别的国家，咱的教会是对清教徒的教会背景来的，因为咱是对英国的苏格兰的教会来的。因为教囡仔是有一个口头禅，认真趁钱，哇赞！兄弟姊妹，你一定拍破啊！牧师赞，多谢你教我鼓励我的囡仔认真趁钱。第一，认真趁钱；第二，认真欠钱；第三。认真奉献，兄弟姊妹，第三项唔好甲伊剪掉呢。兄弟姊妹，上重要才是第三项。恁都要想，伫世间中间，什么是上重要、宝贝选择？认真奉献的意思就是，主我欢喜，因为你互我，所以主啊，我的奉献是出于欢喜，我的回应。就算这是一粒糖柑啊。就算做是一个小小的玩具，我对路里朋友互我紧摕倒互妈妈讲，妈妈，这做好的我互你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想有，愿咱愿意，信仰就是好的无比。所以今仔这个希伯来书咧讲10种好的无比，更美，就是保罗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23节，做好记吼。腓立比书123，腓立比书123做好记。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家己俄罗的马其顿教会的第一间教会。如果你有注意牧师过去讲道，伊咧讲起上帝马其顿这个教会最大的生命的自我图像，甲伊上水的迄个马其顿教会，伊的人想到就一个图像。伊讲虽然送香悠然慷慨，伫困境的中间悠然满满喜乐，哇！这才是真正上帝同在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圣经有鼓励你，对心来欢喜讲：主啊，我想要更加了解，我想要更加深来了解圣经内底所讲的更美好的生命到底是什么。所以，甲你的囡仔讲3项，这是牧师讲过，你嘛会使阁甲伊讲。你甲你的囡仔讲，爸爸妈妈虽然很平凡，但是你是上帝所赏赐爸爸妈妈的。咱拢是上帝所听的囝子，兄弟姊妹，宣告，咱拢是上帝。第二，甲你的囡仔做伙思考，你的家族，你的家族，要成做什么种特质，有什么种的品格，什么种的主张伫恁的家庭的内底。恁行出去了，人就讲：哦，人因某某人的家庭，遐囡仔真正就是无共款，甲厝边遮囡仔无共款。
兄弟姊妹，恁捌听过咱的厝边咧学罗德登教会囡仔吗？因德登教会囡仔甲人无共款。古早我捌听见，但即马我毋知，敢有继续人安尼咧讲。咱的隔壁的戴先生，伊过去开始做这个社区发展理事长的时，伊逐暗透早起来也要气死，半暝伫遐打篮球了后，透早起来，就真侪遐个保特瓶啊、铝箔包装啊，甚至有一寡酒干啊了，佮讲互破。伊讲，专牧师恁教会囡仔，我看足无共款。咱的囡仔有荣誉感，咱的囡仔不但有荣誉感，咱的囡仔知影，什么是水，什么是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每一摆礼拜拢是更清楚的认识上帝的荣耀，甲上帝所要予咱。伊讲成就我的国甲我的义，上帝的国比这个世间的国较重要。兄弟姊妹，安静思考，谦卑领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一生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重要。牧师唔敢甲恁讲无重要，就亲像咱的信仰的前辈、清教徒、英国的教会，因教因来囡仔讲，认真趁钱，认真欠钱，这是理财。但是，人的温书、财政、收入，所有一切能力，拢是为着要荣耀上帝。也这你愿意吗？愿咱真做一个上帝手中宝贝的萝卜，宝贝价钱。虽然咱目前还阁无真清楚，但是咱跟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你帮助我。今仔日的希伯来书11章38节开始，用这的人是这个世间未堪得有的。恁倒去听去年10月，牧师伫迄个所在有解说这个字，一定上帝所欢喜的基督徒，因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未堪得的。那亲像我有一个足宝贝的查某囝。哪有人来做亲情？兄弟，你想我敢会凊彩家嫁？我会感觉讲，你若门不当户不对，歹势啦。这个时代无应该去讲这个啦吼。但是做爸母的总是会有感觉讲，你若一箍溜溜，也无责任，我要开敢甲我的宝贝查某囝嫁互你。圣经咧讲，这个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拥有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上帝将伊的宝贝圣囝耶稣基督，伊赐予这个世间，世间人敢会堪得？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上帝就是安尼做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予咱正对一个带有伊荣耀的基督徒，为着要予人咱身边的亲人，因为咱的存在受祝福。所以注意听这句话，是希伯来书11章内底讲足一摆，因着信。兄弟姊妹，恁今日对看这段圣经会有感触。恁注意这句话，这个人因为信仰有什么改变？我甲恁提醒这段圣经以外，最重要的重点，牧师要邀请你，问你家己，你来教会偌久啊？你伫这个信仰偌久啊？敢会当互牧师问你一个你毋免回答的问题，但是你用心思考，因为信你的生命有甚么改变？因为这个信仰你有甚么种的改变？伫信仰的面前，你敢有某一种的坚持？到今仔日，犹阁无愿意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因为这个信仰，咱有甚么种的改变？面对这个上帝的事，到今仔日，
咱要有什么种的坚持，咱无愿意改变。主人民帮助咱，大必看到上帝荣耀，伊就改变；保罗看到上帝上好的、好得无比的生命，伊就改变。今仔日的圣经希伯来书，这个唔知影名的作者，伊看到伊的祖先一直2000年到伊发现，阮的家族因为信有偌大的改变，对拿阿、对阿伯来喊对撒母耳，一直，摩西开始。特别上我感动的就是圣经咧描写摩西的事。伊讲摩西因为伊的信心，因为伊的信仰，伊选择做犹太人，做奴隶，伫埃及甲伊的同胞同齐受苦，嘛无愿意做法老王的贵族王宫内底王子。因为信，伊放弃荣华富贵，选择受苦甲责任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毋是一个枷锁，信仰毋是一个法规律法，信仰是一个祝福。只有真正领受的人，才知影这个信仰何等的宝贝。因为伊要提升一个真世俗、真黑客气、真垃圾、真无知的人，这个真理要互咱有无同款的选择。主帮助咱，所听的姊妹，咱拢同款，包括我。但是圣经互咱真侪信仰的前辈代笔，伊讲伫圣殿的内面，我要看见你的荣耀，甲你的作为。或者你愿意伫你的一生看见上帝作为吗？你愿意每一摆来做礼拜时，拢看到上帝的荣耀吗？或者咱做伙来领受，讲道无应该是干那责备，讲道应该就是一个提醒、甲邀请。亲爱的姊妹，伸出咱的手，互主甲咱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行天路无搁再是足大的困扰甲负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代笔安尼讲，我的生命受你创造，何等奇妙！代笔是一个真正捌生命的人。我的受造奇妙可畏，这是我心生知道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上帝创造你，你要做什么种的人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静想，伫这个信仰的内底，我到底得到什么？主人民帮助，兄弟姊妹，你配得，兄弟姊妹，你配得。我搁讲一摆，咱未堪得，但是上帝讲，你配得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吗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圣经甲咱讲，你配得。伫你任何职业，伫你任何选择，伫你任何道路，上帝要影响你的选择，配得更美好的生命。主帮助咱，这就是代表伫今仔日所带予咱的经文。伊安尼讲，伫你的圣所，我仰望你。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就是我来做礼拜的原因，我做礼拜的动机，我做礼拜的理由，就是要伫圣殿的内底看到上帝你的能力甲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兄弟姊妹伫恁的人生中间，亲目睭看到上帝的能力甲伊的荣光，互咱无怨无悔。互咱亲目睭看到上帝，兄弟姊妹，改变咱的价值观念，改变咱做选择
的价值取向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好得无比，上帝的主爱比生命较好，上帝的主爱比生命较好。恁会当想象，代表讲这句话的是安那？伊是一个满足。伊讲上帝，你的主爱深深的吸引我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，你的主爱深深吸引我，好得无比。所以我一生的年日，我一生我要活的时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我一生对今麦到将来到永远，拢要安怎？拢要举手宣告，举手赞美，举手阿罗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的生命是一种享受，咱的生命是一种好得无比的生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丰盛活命的上帝，愿来到你的圣殿。愿听到适量的前辈代笔，以及初代教会希伯来书这阵基督徒，因拢学乐唱歌，唱一条生命之歌。伫因的诗歌内底，拢讲起上帝你好得无比。主，你今仔日的礼拜，阮对你讲，主啊，求你将好得无比的生命赏赐给阮。不但给阮的囡仔，嘛给每一个阮当时的兄弟姊妹，因的家庭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圣诗217首。
动，讲我身躯替恁拍破，因提起车来笑脸我。热闹澎湃，感谢上帝，讲一个杯予恁大家。我会流出罪人的救，写罪恩，甲恁享受。白白是阮想免罪恶，我你的心怎样照亮我，让我下罪罪光。今日耶稣的生活中。愿你本心白白予咱，咱得来这享受来啉，欢喜救主验咱的心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，见若属于耶稣基督教会的陪参者，咱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耶稣对见若皈依的人所讲救恩的话。主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拍开的人，我要进入，甲因亲近因，来甲因三甲啉食，因也要甲我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，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摕饼，祝谢安尼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又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。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逐摆恁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捧起你所吩咐设立这个饼，这个饼就是你的身躯。2000年前，你为了世间人的软正甲罪过，伫钉死伫十字架顶悬，你的身躯受伤、拍开、被破。正在今仔日阮圣餐纪念救恩的饼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圣别这个饼，搁有用你的宝血所设立的杯，主求你，互阮伫这个新约的内底，真侪新创造的人，愿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，互见若用祈祷谦卑领受，阮的兄弟姊妹，阮有份伫你的天国，伫你的新约，是伫你的活命内底。阮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要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来请
抽给长老甲英皇长老来旁边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安静祈祷，准备来领受主耶稣的赏赐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罗你，阮纪念你无比的疼，奇妙的疼。虽然我未明白为什么你需要用这样艰苦的方式，但是主，当你受定伫十字架顶悬，主，阮深深互你的疼来蒙着。主耶稣，搁一摆，求你蒙着阮的心，用你的疼来安慰阮，来扶持阮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疼来安慰阮，扶持阮。这个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同齐用安尼来纪念伊。吃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来请宗圣长老甲迄个英皇长老来旁杯。主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你看后边吧，好，小一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代表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的会所设立的。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何等的福气，阮何等的福气，会通有你做阮的救主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俄罗你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俄罗你。主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
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，咱用安尼来纪念伊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，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圣餐，做阮灵魂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的慈爱、怜悯甲疼惜，互阮明白阮就是你国度、身躯、机体、忠实信徒。阮要伫你面前谦卑恳求，互阮搁一摆将家己来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接纳。率用你的慈悲扶持帮赞，互阮持守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了后，伫阮的生活、伫阮的活命中荣耀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准备奉献。
个请坐。咱甲直播顶悬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用这条诗歌互相祝福。愿主耶稣伊会听，甲咱三个伫地，无论咱伫什么所在，主会听，充满伫咱的心内。一生中，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。求咱脱离迄个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心来祈祷，专为着身躯真危险、艰苦的共事分姊妹祈祷，主求你怜悯帮赞，也照顾伊的家族。主，阮也为着伫阮中间，无论什么人，因的心内有动荡，因的心中有上帝你，毋是有因家己的看路的人来祈祷。主，你知因的心，求天父上帝你以马内利的听，甲因撒甲伫地。至圣的天父上帝怜悯照顾，阮的教会每一个年长的长辈，互因每一工拢有上帝你奇妙的气力，甲因撒甲伫地。至圣的天父上帝也恳求你用你的听来坚固阮当信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的生命因为你的听的扶持。阮会通长阔高深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帮助阮每一个人，因为你会听的气力，阮的生命就得到成熟，得到完全。阮将所有阮的兄弟姊妹，无论伫礼拜堂内底，或者伫直播顶悬，袂当倒来教会参加礼拜，阮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圣神陪伴因，伫即礼拜对今仔日到后礼拜日主日。愿佮同齐欢喜来到圣殿敬拜你，愿咱的恳求祈祷我佮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咱下面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即礼拜生日的兄姐来头前，咱做伙祈祷。咱同心来祷告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主恳求你用你的稳定的油来填满伫因生命的杯，互因福杯满溢。主，阮为着妇人来恳求主你，伫新的一年，主你丰丰富富的稳定，充满伫伊的人生的路程。主，阮嘛就为着刘以晨来恳求你，主你用油抹伫因两人的头壳顶，也伫每一个阮。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，祝福因伫你的面前来活出来上帝你的祝福，互人看见上帝你何等疼你家己的囝儿甲查某囝。祝愿你的保护就亲像即个油，保守照顾，互因出入平安。也愿你的保守会真做搬过所想所求，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就甲因同在，对即时到永远。愿咱恳求祈祷，我叫所有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下面咱来请报告吼。这是我来报告，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，主日礼拜日，礼拜是9:30至9:00，
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堂甲线上，清早4个礼拜伫拜六个7点半伫教育馆，咱查经班是拜六个7点半伫线上。圣甲的服侍，咱下礼拜请房间执事领诗暂停，司琴是陈美秀执事，书院甲招待是我甲胡书记本人，甲胡书记执事。爱咱暂停，新眼光读经表咱遐照来灵修，集体交通第一，互咱祈祷迎接新的一年，带着上帝的应允，奔向未来，愿圣神甲兄弟同行，对年头甲年尾。第二本主日圣餐礼拜后有中执会，请中执出席。第三下主日为学生囡仔做开学祈祷。第四下主日举行妇女团契、团圆餐会，欢迎妇女甲厝的人报名参加，特别请过去的会长爱留来参加。第五，中妇女2023年世界公道日联合礼拜，3月4号拜六下晡1点25到3点30分，地点伫夏兴教会。2月20报名截止。第六，3月18日，二林区妇女灵修旅游行程，尼罗纳教会日月潭老街，每人报名950块。3月12报名截止，请李允会长报名。就是咱为生日的来代祷。奉献若有毋对，请过继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第一位，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位，心心欠咱的兄弟来代祷。第三位，教会青年的新心灵佮课业祈祷，为升大学的兄代祷。第四位，结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五位，姊妹教会来代祷，富林以及多好打赢。是咱来吟上用圣诗510首。阿乐上帝至万至尊，吟诗，请起来吟全首吟诗线，请张老师接导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列岛闭会。